歡迎收聽和你看歷史呢一條片，我會講5個改變世界嘅傳奇間諜。如果冇呢5個傳奇間諜，今日世界嘅格局已經完全唔一樣啦。可能咧你同我根本唔會出世，又或者已經掛咗。另外咧，我亦會講一啲近代間諜歷史之中有趣嘅細節。例如咧唔同國家嘅間諜嘅代號咁。OK， 咁即刻入正題啦。先講下第一位改變世界嘅間諜。呢個人呢叫做佐爾格 Richard Shorty。佐爾格咧被近代歷史學家形容為20世紀最成功嘅間諜。佐爾格出生喺俄羅斯，當時咧係1895年，蘇聯咧仲未成立。佐爾格嘅老豆咧係德國人嚟嘅，阿媽咧係俄羅斯人。第一次世界大戰，佐爾格參軍3度受傷，幾乎冇命。養傷期間，佢就信咗馬克思主義同社會主義，成為咗共產主義嘅信徒啊。之後咧，佢就加入咗蘇聯嘅情報系統。佐爾格最叻係佢根本咧唔似間諜，佢嘅身份咧係德國嘅記者。佢同納粹德國駐日本嘅大使奧特咧十分之熟嘅，搞到奧特同納粹德國嘅外交部以為佐爾格係值得信任嘅人，完全唔知道咧佢係蘇聯間諜。1933年，納粹德國招攬咗佐爾格做駐日本嘅間諜。佐爾格咧輾轉轉轉，又識咗朝日新聞嘅記者美奇秀實。美奇秀實咧原來又係共產主義者嚟嘅，於是又俾佐爾格招攬埋成為間諜。由於美奇秀實熟悉中國事務啦，咁當時日本嘅首相近衛文麿就揾咗美奇秀實做顧問啦。最後咧，美奇秀實仲進入埋首相每日嘅早餐會添，就成為首相核心幕僚啊。咁於是就形成咗一個神奇組合啦。呢個組合過癮，一個蘇聯間諜，表面上咧係德國記者，其實間諜啦。再加埋一個日本首相嘅核心幕僚啊，就組成咗一個完美嘅間諜組合啦。於是咧，無論德國嘅機密、日本嘅機密、蘇聯都有機會搜集到啦。1941年，佐爾格收到料，德國準備打蘇聯啊。但係史太林當時唔信啊，因為史太林啱啱見完希特拉，啱啱傾得好地地嘅。我睇過啲紀錄片，兩個人都傾得不知幾 friend 咁。史太林覺得德國冇可能打蘇聯嘅，咁所以史太林就唔信佐爾格。結果1941年6月22號，德軍真係發動攻擊，蘇聯準備不足，結果就慘敗啦。呢次係近代間諜史之中一次著名嘅悲劇嚟嘅。好啦，去到秋天啦，佐爾格向史太林匯報，話日本準備打東南亞，甚至打美國添，所以短期內唔會打蘇聯。今次史太林信晒佐爾格啦。當時蘇聯原本部署大量兵力喺東部嘅，就防範日本。而家得到情報，就將幾十萬精銳嘅部隊調晒翻莫斯科。結果點呢？就成功纏死咗德軍，唔止守住莫斯科，仲令德軍慘敗，傷亡慘重。呢個時候，日本就發現佐爾格同美奇秀實係內鬼，跟住就拉咗兩個人啦。審訊之後，先發現兩個人原來都係蘇聯間諜嚟噶。咁當時好多人突然間驚覺一個平日成日顧住溝女、晚晚劈酒嘅德國記者，竟然係蘇聯間諜。原來間諜係唔應該扮得好型好酷嘅。呢個時候日本提出同蘇聯交換俘虜，想用佐爾格就換翻啲日本人回國咁。不過蘇聯唔肯承認佐爾格係間諜。結果點呢？結果1944年佐爾格被處決，當時佢49歲。臨死佐爾格仲話蘇聯紅軍萬歲，共產主義萬歲。當時好多共產主義嘅信徒真係傻到咁嘅。好笑嘅係20年之後，蘇聯先至追認佐爾格係蘇聯英雄。而近代間諜史之中，佐爾格係公認改變世界嘅間諜。當時蘇聯嘅間諜真係非常非常犀利嘅。第二個改變世界嘅傳奇間諜係加西亞。加西亞係西班牙人，佢後生嘅時候並唔係軍人，只係開個旅館仔，後來改做養雞添。不過佢就好中意睇歷史書嘅。1936年到1939年，西班牙就內戰，就令加西亞十分憎恨法西斯主義同極權嘅統治。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加西亞立志要對付希特拉。呢個養雞場嘅老闆決定要成為間諜。大家估下加西亞點做呢？我擔保你估唔到，
佢竟然直接走入英國大使館，話想幫英國做間諜。結果英國當然睬佢都傻啦。加西亞用同一方法試咗幾次都唔成功。正常人咁嘅情況梗係會放棄噶啦，啱唔啱？偏偏呢，加西亞唔係正常人，佢覺得呢，英國唔收佢，佢索性呢去德國。結果呢，佢就扮成一個狂熱嘅納粹分子，仲冒認呢係一個前西班牙嘅官員添。果然呢，神奇地德國真係招募咗佢做間諜，仲叫佢去英國搜集情報添。問題係當時加西亞根本已經唔可以入境英國啦，英國唔俾佢入境，咁佢點好呢？呢條友真係犀利，佢竟然走去葡萄牙里斯本，然後利用啲旅遊指南地圖火車時間表報紙同廣告等等不停咁老作，就令德國相信佢身在英國搜集緊情報。加西亞開始虛構一啲幫佢揾情報嘅下線間諜，於是加西亞就不斷老作啦。一旦出錯呢，就將個責任推俾嗰啲虛構嘅下線間諜。整下呢，佢就虛構咗一個27人嘅間諜網絡。呢個27人嘅假間諜網人人有身份嘅，有背景，有工作，有家庭，甚至有結婚同疾病添。同埋呢，有啲人中途會死亡嘅，咁樣竟然呃到納粹德國。咁當然啦，亦呃到德國唔少資金啦。呢個時候更搞笑嘅事情發生啦，英國嗰邊呢，竟然都發現咗呢個27人嘅間諜網絡，因為呢，英國都有間諜放咗喺德國嘅。MI5 呢，查完一輪就發現英國國內根本冇呢個27人嘅間諜網絡。再深入啲查下啦，發現到加西亞啦，當場嚇到 MI5 傻咗。原來當日多次哀求英國俾佢做間諜嘅人，原來真係一個間諜天才嚟嘅，真係幾乎就走咗寶。於是英國 MI5 咧正式招募加西亞啦，就俾佢一個代號喎。乜嘢代號呢？唔係007，唔係008、009，而係家寶。點解佢用呢個代號叫家寶呢？因為認為佢演技實在比得上家寶。咁家寶係咩人呢？家寶係瑞典國寶級女演員，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嘅得主，1999年美國電影學會8年最偉大演員排第5嘅，排名呢仲前過瑪麗蓮夢露同伊麗莎白泰萊。2012年瑞典嘅新銀紙就係用家寶嘅頭像啦，銀紙都印佢個樣嘅，勁唔勁呢？從此啦，加西亞就成為英國間諜，正正式式喺英國繼續作古仔，就老點納粹德國。直至點呢？直至盟軍準備發動堅毅行動，準備登陸諾曼第進行大反攻。盟軍呢就好驚，如果希特拉知道盟軍嘅行動派大軍喺諾曼第同盟軍決一死戰呢，咁盟軍就算能夠登陸個死傷都必然慘重嘅。如果登陸諾曼第失敗呢，咁盟軍恐怕冇能力再嚟一次大反攻啦，咁歷史就改寫噶啦。呢次行動，加西亞發揮關鍵作用啦。首先加西亞就先俾一堆堅料希特拉，就令希特拉呢覺得好多嘢佢早着先機嘅。當然啦，咁樣嘅玩法亦犧牲唔少人嘅性命嘅。於是希特拉就越嚟越信任加西亞啦。然後呢，加西亞向希特拉報料，話盟軍將會辦登陸諾曼第。其實真正登陸嘅地點呢係法國嘅加萊。加萊喺邊度嘅呢？依家如果你喺英國自駕遊去法國，汽車渡輪呢係由英國嘅多佛港去法國嘅加萊港嘅，咁亦可以話咧英法之間最近嘅海峽，所以喺加萊登陸咧都十分合理嘅。加西亞呢項假情報咧果然呃到希特拉，直至到盟軍登陸諾曼第，希特拉仍然唔敢調動大軍去諾曼第嘅，仍然呢留咗2個裝甲師加埋19個步兵師守住加萊喎。於是登陸諾曼第就成功啦。呢一次可以話係近代間諜史之中神級嘅演出。加西亞可以話成功登陸諾曼第嘅關鍵人物之一。更搞笑嘅係德國之前靜雞雞頒咗個鐵十字勳章俾加西亞，戰後英國又靜雞雞頒咗個 MBE 俾加西亞。加西亞係同時得到希特拉同英皇喬治6世親筆謝函嘅間諜，就成為英國同德國嘅英雄喎。
英國咧一直冇公開加西亞嘅身份，因為咧怕佢俾納粹德國暗殺報復啊。加西亞亦十分醒目，知道自己好危險嘅，於是點呢？決定經 MI5 安排詐死，靜雞雞咧去咗委內瑞拉，直至到1980年，英國歷史學家終於揾到加西亞啦。咁呢個時候過咗咁耐啦，加西亞實承認自己身份，仲攞出大量證據添。1984年啊，加西亞返倫敦喺白金漢宮同菲臘親王見面，跟住再出席諾曼第登陸40年嘅紀念儀式。加西亞呢個古仔咧被改編成多本小說同紀錄片嘅，但係咧冇被拍成電影。我前面講啦，近代嘅間諜史之中咧，蘇聯嘅間諜可以話神級嘅，其中最經典一組間諜咧叫做 Cambridge Five 劍橋五人組。呢個劍橋五人組係由一群劍橋大學嘅精英組成嘅。呢個組織為蘇聯提供大量關於英美嘅情報，對英美嘅陣營咧造成巨大嘅傷害啊！劍橋五人組之中，以 Kim Phoebe 嘅古仔咧係最經典同最傳奇嘅。嗱，首先劍橋五人組呢班人咧係英國嘅精英，根本咧用錢都未必能夠收買到佢哋。你話美式咧，呢班精英都唔憂冇女人。呢班人為蘇聯做間諜，完全因為一樣嘢，就係咧信咗共產主義。1930年歐洲經濟咧陷入大蕭條，極端思想自然就興起啦。呢個咧係人類逃不出嘅規律嚟嘅，係人類嘅命運嚟嘅。社會一亂，啲人咧就變得極端噶啦。劍橋五人組呢班英國嘅上流精英咧，就信咗共產主義，以為共產主義先可以拯救人類嘅。劍橋五人組之中最出名嘅人物係 Kim Phoebe 菲爾比。呢個菲爾比嘅爸爸咧係英國外交官嚟嘅，咁所以菲爾比畢業之後咧就入咗英國軍情六處，即係 MI6 啦，仲係負責反納粹同反共添。1949年佢仲被派去美國做英美情報聯絡官。菲爾比越升越高，幾乎升到上 MI6 最高主管，做埋處長添。1940年代，菲爾比係專責反蘇聯工作嘅主管。於是咧，一個負責捉蘇聯間諜嘅主管，原來咧係蘇聯嘅間諜。大家話係咪黑色幽默呢？於是一份機密文件 MI6 處長都未睇啊 ，KGB 局長已經睇咗。嗱，呢段時間英美就試圖咧喺阿爾巴尼亞、烏克蘭同波羅的海建立反共地下組織，結果全部失敗，傷亡慘重，就係多得呢個菲爾比啦。結果咧，1949到1951年，蘇聯可以快速咁控制咗東歐。去到1951年啊，劍橋五人組兩個人嘅身份曝咗光，菲爾比馬上咧通知呢兩條友成功咁逃咗去蘇聯，但係咧咁就引起咗 MI5 嘅懷疑啦。不過咧，由於菲爾比平日嘅表現十足上流社會嘅紳士，又表現出好愛英國咁，令人覺得佢冇乜可能係共產蘇聯嘅人嘅。而菲爾比又冇來歷不明嘅收入，又冇婚外情，應該冇乜痛腳俾人揸住噶。咁所以最後咧 MI6 咧都認定啦，菲爾比冇問題啦。反而咧美國咧因為睇穿英國內部有內鬼滲透咗。所以二戰之後咧，美國有好多情報咧係冇同英國共享嘅，咁樣咧就大大削弱咗英國嘅戰略重要性。終於啦，一個叫哥利臣嘅蘇聯 KGB 間諜咧，叛逃離開蘇聯去咗美國，佢跟住咧就爆咗劍橋五人組嘅身份。菲爾比好醒目啊，及時就逃咗去莫斯科。去到莫斯科啦，蘇聯咧並冇當佢係大英雄啊，反而唔信任佢。就覺得咧佢背叛得英國，亦可能背叛蘇聯嘅。連蘇聯嘅人都唔相信有人可以信共產黨，信到咁入迷嘅。菲爾比就長期酗酒，成為一個莫斯科嘅廢佬。一個年輕時候 James Bond 咁有型嘅英國精英，結果老來咧成為一個喺莫斯科日日排隊買麵包嘅老人。1988年，菲爾比臨死仍然相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勝利嘅。不過咁，1991年蘇聯就正式解體啦。劍橋五人組同菲爾比嘅故事咧就被寫成多本小說，亦拍成電影同電視劇嘅。以下呢個傳奇間諜咧都係蘇聯間諜。呢個人咧叫庫克斯。庫克斯咧原本係一個德國共產黨人嚟嘅。
1933年納粹黨咧就上台啦，庫克斯逃咗去英國就取得博士學位，之後咧入埋英籍添。1943年美國啟動曼克頓計劃研究核彈，就招募咗庫克斯加入。原來早一步咧庫克斯已經被招攬成為蘇聯間諜。庫克斯咧係個天才物理學家，對曼克頓計劃作出好多貢獻嘅，但係佢就更加信共產主義，佢認為咧唔應該俾美國獨佔核武嘅。於是庫克斯幾乎將整個核彈嘅設計全部提供晒俾蘇聯。庫克斯將啲機密咧交晒俾一個叫亨利高嘅人啊，兩個人聯絡嘅方法原來係冷戰電影嗰啲情節嚟嘅。於是美國做出第一枚原子彈啊，美國以為蘇聯要10年之後先可以做出原子彈嘅，點知道4年後蘇聯已經成功做到啦。原因呢就係庫克斯。1950年英美成功破解咗蘇聯嘅電報密碼，知道原來庫克斯咧就係最重要嘅內鬼。庫克斯快速認罪，被判14年監，9年之後已經放監啦，去咗東德。喺歷史學家嘅眼中咧，庫克斯係一個非常有爭議性嘅人物嚟㗎。有人認為如果冇庫克斯做間諜，蘇聯冇咁快做出核彈，咁樣咧就冇日後嘅美蘇冷戰。但係咧，亦有人認為庫克斯令美蘇都有核彈，終於就出現咗核武平衡啦。如果冇呢種核武平衡呢，美國可能會輕率咁用原子彈嘅，可能咧第3次世界大戰就已經爆發啦，又或者啦世界會有更加多人咧死於戰爭。反而核平衡就令到世界咧對戰爭變得克制咗好多。嗱，各位呢個問題咧，我留翻俾大家自己思考下啦。總之啦，庫克斯呢個間諜咧改變世界呢一點係公認嘅。前邊4大傳奇間諜啦，3個咧係蘇聯間諜，最後呢個傳奇間諜咧係出賣蘇聯嘅間諜。呢個人咧叫做潘科夫斯基。有歷史學家認為佢拯救咗世界，亦有歷史學家咧認為咁樣講法太神化佢啦。潘科夫斯基係俄羅斯出世嘅。佢爸爸咧係當時俄國內戰之中嘅白軍，白軍即係咩咧？即係等於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嘅國軍咁咯。後來蘇聯紅軍奪得政權啦，咁當然梗係清算啲白軍啦。所以咧潘科夫斯基少年時代生活就好慘嘅。後來咧佢洗底成功，加入咗紅軍。第2次世界大戰咧打德國啦，佢仲受過傷，立過功嘅。戰後咧佢就入咗蘇聯嘅情報系統。潘科夫斯基唔係入 KGB，而係入咗 GRU， 咁即係咧參謀部情報總局。GRU 咧係集中搜集軍事情報嘅。1960年，潘科夫斯基升到上校，就可以接觸到好多軍事機密啦。不過唔知點解，潘科夫斯基突然背叛蘇聯。有啲歷史學家就認為啦，佢因為升級咧升唔到，俾人撳住唔順氣。有人就話佢對當時蘇聯嘅經濟極度不滿啊。非常憎恨赫魯曉夫，亦有人認為佢咧睇穿咗赫魯曉夫真係可能動用核武嘅，咁到時咧人類就大災難啦。於是1960年，潘科夫斯基主動接觸英美，起初 CIA 當然唔信啦，後來咧英國 MI6 決定搏一搏啦，試下俾佢加入。MI6 咧俾佢一個代號叫做 Yoga 瑜伽，CIA 咧俾佢嘅代號係 Hero 英雄。MI6 咧揾咗個英國商人負責同佢聯絡嘅，結果咧估佢唔到，2年之間潘科夫斯基向英美提供咗幾千份絕密文件，其中包括核彈技術、火箭性能、發射程序、作戰理論同軍事手冊添，就揭穿咗咧蘇聯嘅核武同導彈冇宣傳之中咁勁嘅。當年赫魯曉夫講過嘅，蘇聯嘅導彈多過香腸。潘科夫斯基咧就揭穿咗蘇聯嘅導彈比宣傳之中弱嘅。終於啦，去到1962年啦，古巴導彈危機，中蘇咧分分鐘爆發核戰。美國就掌握到，如果核戰西方陣營係有勝算嘅。另外咧，蘇聯內部亦有勢力撳住赫魯曉夫嘅，所以只要美國克制啲，古巴危機可以快速解決嘅。所有呢啲情報咧都係嚟自潘科夫斯基嘅。所以美國就冇火上加油，冇刺激蘇聯，免得咧俾赫魯曉夫同佢嗰啲鷹派咧坐大啦。結果古巴導彈危機快速落幕啦。有啲歷史學家認為，如果冇潘科夫斯基嘅情報，甘迺迪真係有可能誤判嘅，中蘇大打出手係有可能嘅。
所以潘科夫斯基拯救咗世界。亦有人咧認為，咁樣太神化呢個間諜啦。不過無論點都好，潘科夫斯基喺呢件歷史事件之中，絕對係關鍵人物嚟噶。1962年10月，古巴危機之後咧 ，KGB 收網啦，拉咗潘科夫斯基。1963年佢被槍決，當其時佢得44歲啫。到依家歷史學家仍然解釋唔到潘科夫斯基又冇收英美嘅錢，又冇涉及女色，佢為乜嘢背叛蘇聯呢？不過咁，1年之後，潘科夫斯基最憎恨嘅人赫魯曉夫，終於咧因為政變下台啦。OK， 我哋跟住咧又講下冷戰時期不同國家嘅間諜代號啊。我之前就出片講啦 ，KGB 嘅女間諜咧代號係燕子，男間諜咧代號烏鴉。燕子同烏鴉主要係設計啲色誘陷阱嘅，蘇聯咧就稱之為蜜糖陷阱。KGB 嘅燕子全部由一間秘密學校培訓 ，KGB 喺無數女仔之中挑選出不同特質、不同性格同才能嘅女仔，就進行訓練。呢啲女仔利用佢哋嘅語言天分、心理學嘅知識同身體嘅特質去從事間諜滲透工作。色誘咧只係其中一個部分啫。喺呢間女間諜學校入邊咧，有一套非常嚴密嘅工作流程啊。咁點解 KGB 嘅女間諜叫做燕子呢？意思係燕子咁輕盈，可以輕易飛入尋常家庭咁，就代表咧無孔不入嘅意思啦。男間諜點解叫烏鴉呢？因為烏鴉代表黑色、敏銳同突擊啊。燕子同烏鴉執行間諜任務係軟硬兼施嘅，乜都做得出。只要揾到目標，佢哋男女都一樣做嘅。即係點呢？即係為咗滲透啊，男戀又得，女戀都 OK。東德嘅情報局咧叫 Stasi 斯塔西。東德嘅男間諜代號羅密歐，女間諜又點呢？唔係朱麗葉啊，而係維納斯。嗱，不過東德嘅維納斯係世界上出名水皮嘅女間諜。東德嘅維納斯滲透西德嘅成功率十分低嘅。講真啦，德國女性係咩嘅水平，大家心裏有數啦。總之同蘇聯嘅燕子相比咧，差天共地嘅。蘇聯解體之後嘅解密檔案顯示，1950年到1985年35年之間，燕子搞掂咗427名歐美嘅官員，偷咗2000幾份機密文件，協助特工成功執行咗37宗暗殺，搞到冷戰後期啊，英美要成立一個燕子防禦科嘅，專門防禦 KGB 嘅美人計。前邊就講過啦，相貌係其次嘅，燕子咧要有超乎常人嘅抗壓能力。當時咧，蘇聯已經研究緊基因科學，蘇聯就認為體內如果有 HLA-B27 基因嘅人咧，就最啱做燕子或者做烏鴉啦。咁所以 KGB 嘅燕子同烏鴉係必須有 HLA-B27 呢種基因噶。東德嘅女間諜咧就冇料到啊，前面講咗啦。但係咧，東德嘅羅密歐哇就勁好多啦。東德嘅羅密歐同維納斯都有一個特色嘅，就係唔玩性勒索。東德認為用勒索方法咧，可能會逼到個目標啊向本國政府自首，咁一自首結果咧反而破壞晒整個間諜嘅網絡，所以東德間諜通常用感情完成任務嘅。東德嗰啲羅密歐成功同好多西德嘅官員嘅女秘書，甚至啲官員或者政客嘅男助理建立感情，有好多例子咧仲結埋婚生埋仔添，最後先揭發原來自己嘅老公一直係東德間諜咁。東德嘅羅密歐比蘇聯嘅 KGB 同啲燕子烏鴉咧更加有耐性嘅。英美嘅間諜又點呢？英美通常叫間諜做鼹鼠 mouse， 以色列嘅摩薩德就叫間諜做殺羊人，即係助手嘅意思。最後啦，間諜同特工有咩分別呢？間諜咧係長期滲透、搜集情報嘅，特工咧係執行特別任務，咁例如暗殺啊或者策動政變咁啦。今日呢條片可能真係長咗啲啦，多謝大家聽到呢一度啊，請大家俾多啲意見我。如果喜歡我嘅片，請你記得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分享。其實分享俾朋友對我哋嚟講係非常重要噶。拜拜。